童聲宇宙。我叫彤彤，今年3歲，我讀 K1。我叫瑤瑤，今年4歲，我讀緊 K2。我叫李柏，我今年5歲，我讀緊 K2。你哋中意食啲咩食物㗎？我中意食橙同埋蘋果同埋紅蘿蔔，同埋少少糖中意食，因為好好味同埋好甜。我中意食蘋果，因為有好多汁。中意食提子，因為好甜。我想問你咧，中意啲咩動物㗎？我中意貓，因為貓好靚。我中意狗，因為佢可以捉壞人。我中意貓同埋狗，因為佢可以捉壞人。咁咧，你哋有冇啲咩地方好中意去㗎？我去迪士尼同埋公園，好中意去，同埋我狗狗都好中意出去散步玩嘅。你中意去咩地方㗎？我中意去迪士尼，因為好玩。裏邊有。我都中意迪士尼入面嘅公主。迪士尼嘅歌。我中意去咩地方？我中意去波波池，因為好好玩，有好多波波可以拋，仲可以拋上去。你平時中意做啲咩？我平時中意畫畫，因為我中意有顏色。咁你會畫啲咩畫㗎？我會畫兔仔嘅畫。彤彤，你平時中意做啲咩？我平時中意畫啲花，同埋畫啲草，同埋畫啲公主，同埋畫啲歌，同埋畫啲雪糕，同埋畫啲白兔，同埋畫啲彩虹。我會畫有彩虹色。多謝收聽。